您是否曾有过这样的感觉？外表看起来一切正常，但内心深处却察觉到身体的某个部分正悄悄地失去平衡。这种感觉说不上来，却又挥之不去。在台湾，许多超过50岁的朋友都曾跟我分享过类似的心路历程。作为一名医师，我深知这种微弱的直觉往往并非空穴来风。我还记得有一位来自新北的张先生，他当时55岁，在一家贸易公司担任经理。他告诉我，有好几个月的时间，他总觉得身体哪里不对劲，但又说不出具体是什么问题。每天早上起床时，他都感觉特别疲累，仿佛前一晚根本没有休息过。他的太太注意到他的袜子勒痕越来越深，脚踝处的皮肤按下去会凹陷，好一阵子才恢复。但张先生总是安慰自己说，这只是工作太累，年纪大了的正常现象。直到有一天，他在公司突然感到胸闷、呼吸困难，被同事紧急送到医院，才发现他的肾功能已经严重受损，肌酸酐指数飙升到正常值的3倍以上。事实上，肾脏在发出求救的呐喊之前，通常会先轻声低语。然而，太多人忽略了这些细微的警讯，等到发现时，往往为时已晚。多年来，我看过许多患者走进诊间时，仅仅是觉得容易疲倦或有些微水肿，但短短几个月内，他们的肌酸酐指数便急速飙升，血压变得难以控制。原本日夜为健康把关的器官，竟突然陷入垂死挣扎。我见过一位在高雄从事建筑业的刘先生，62岁。他最初来找我时，只是抱怨最近爬楼梯特别喘，以为是心脏出了问题。但经过详细检查后发现，其实是他的肾脏功能衰退，导致体内水分和毒素无法有效排出，进而影响到心肺功能。他回想起来，其实早在半年前就有征兆，尿液开始出现许多泡沫，像啤酒一样久久不散。夜间频繁起床上厕所，一晚要起来4、5次。早上起床时，眼皮和脸部明显浮肿。但他当时都没有放在心上，总觉得这些都是小问题，过几天就会好转。令他们最震惊的，往往不是诊断结果，而是那些微小的日常习惯，甚至包括每天早上摄取的健康水果，竟然正默默地将肾脏推向危险边缘。这就是为什么。我希望您能仔细聆听接下来的内容。肾脏的功能衰退并非一夕之间发生，它是缓慢、安静且隐蔽地积累，直到有一天，检验报告上的数字彻底改变了您的生活。我曾遇过一位住在台南的退休护理师陈小姐，她一直以来都非常注重健康，每天早上都会准备一大盘水果当早餐，包括香蕉、奇异果、木瓜、柳丁等等。他认为多吃水果就是健康的表现，但他不知道的是，这些水果虽然营养丰富，但对于他已经开始衰退的肾功能来说，却是沉重的负担。这些水果中含有的高钾成分，在他的肾脏无法有效排出的情况下，逐渐在体内累积，最终导致他出现严重的高血钾症，差点引发心律不整的危机。如果您曾感到腹部胀气，早起时身体沉重，下背部紧绷或莫名疲累，您的肾脏可能已经在超负荷运作了。忽视这些信号，即使只是短时间，都会加速损害。特别是如果您在肌酸酐偏高时，仍摄取某些看似健康，实则富含高钾的水果。我想起一位在桃园经营早餐店的王女士，58岁。她每天凌晨3点就要起床准备食材，长期的劳累让她总是感到腰酸背痛，但她一直以为这只是职业病。直到有一次，她在准备食材时突然晕倒，被家人送到医院才发现她的肾功能已经衰退到第3期，而她之前感受到的腰酸背痛，其实就是肾脏发出的求救信号。
更让他后悔的是，他为了养生，每天早上都会打一大杯综合果汁来喝，里面包含香蕉、酪梨、柳丁等高钾水果。这些习惯反而加速了他肾功能的恶化。但这也是我今天想与您交流的原因，这给了我希望，因为正如某些水果会伤害肾脏，只要选对了水果并正确食用，有些水果也能温和、持续且强效地帮助肾脏修复。接下来我将为您介绍6种能帮助肾脏康复的清晨水果，以及3种您必须远离的禁忌水果，以免健康恶化到无法挽回的地步。在我多年的临床经验中，我见证了无数患者透过调整饮食习惯，特别是选择正确的水果，而成功逆转了肾功能衰退的趋势。这些改变看似微小，但累积起来的效果却是惊人的。第1种我希望您关注的水果，几乎每个台湾家庭的厨房里都有，然而很少人意识到它在开启一天的同时，对肾脏有多么强大的支持作用。柠檬看似平凡，但对肾脏而言，它就像一个温和的内部重置开关。特别是当身体经历了一整夜的毒素过滤之后，我记得一位住在台中的吴女士，她是一位67岁的退休教师。她来找我时，对自己不断攀升的肌酸酐指数和早晨身体的沉重感感到非常沮丧。她当时的饮食并无异常，早餐也只是习惯性的吐司配咖啡，但她的肾脏却承受着无声的压力。当我详细询问她的日常作息时，我发现她有一个很多台湾人都有的习惯，早上起床后直接吃早餐，完全不喝水。她告诉我，她年轻时就养成这个习惯，觉得早上喝水会让胃不舒服，所以都是等吃完早餐后才开始喝水。但她不知道的是，经过一整夜的睡眠，身体处于轻度脱水状，太肾脏在这个时候需要足够的水分来启动一天的过滤工作。如果直接吃早餐而不先补充水分，就像让一部没有润滑油的机器开始运转一样，会造成额外的负担。那是一个转折点。我们让他每天早上先喝一杯温柠檬水，具体的做法是用半颗新鲜柠檬榨汁，加入约250毫升的温开水，水温大约在40到50度之间，不要太烫，也不要冰凉，然后在起床后半小时内空腹饮用。我特别叮嘱他一定要用新鲜柠檬，而不是瓶装的柠檬汁，因为新鲜柠檬含有更丰富的活性成分跟酵素。几周后，他的检验结果出现了惊人的变化，他的尿液柠檬酸盐水平提升，结石风险大幅降低，肌酸酐指数也开始缓步下降。更让他惊喜的是，他长期困扰的便秘问题也得到了改善。早上起床后不再感到那种全身沉重、提不起劲的感觉，这不是魔法，而是科学。根据临床研究显示，每日摄取柠檬能增加尿液中的柠檬酸，盐减少约28%的钙结石形成风险，给予肾脏喘息的空间。此外，柠檬的酸度能帮助胃部更有效地处理早餐，减轻常被误认为是老化的消化负担。更重要的是，晨间柠檬水不仅能清洁，还能保护肾脏组，知免受氧化压力的伤害，延缓肾功能衰退。柠檬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和类黄酮，这些抗氧化物致能够中和体内的自由基，减少对肾脏细胞的损伤。而且柠檬的钾含量相对较低，每100克柠檬汁只含有约100毫克的钾。对于需要控制钾摄取的肾友来说，是非常安全的选择。如果说柠檬是温和地唤醒肾脏，那么西瓜则是扮演冷静保护者的角色。我曾在陈先生身上看到明显的效果。他是一位71岁的长途司机，他来就
一时有脚踝水肿、肌酸酐升高及下背部沉重酸痛的问题。他原以为这只是老化，但其实是肾脏发出的警讯。陈先生的工作性质需要长时间坐在驾驶座上，每天开车的时间超过10个小时。为了减少上厕所的次数，他养成了少喝水的习惯，有时候一整天下来喝的水不到500毫升。此外，他为了提神，经常喝含糖饮料和咖啡，这些习惯都在不知不觉中伤害着他的肾脏。当他来找我时，他的双脚水肿已经严重到鞋子都穿不下，袜子的勒痕深深陷入皮肤，按压后要很久才能恢复。他告诉我，他每天早上起床时都觉得下背部特别酸痛，像是有人用拳头重重地捶打过一样。晚上睡觉时，他需要垫好几个枕头才能稍微缓解不适。经检查发现，陈先生的饮食中缺乏能减轻肾脏发炎的抗氧化食物。我建议他每天早上吃1小碗，约150克的新鲜西瓜。我特别强调要吃新鲜的西瓜，而不是西瓜汁，因为完整的西瓜果肉含有纤维，能够减缓糖分吸收的速度，避免血糖急速上升。同时，我也建议他要大幅增加每天的饮水量，至少要达到2000毫升以上。8周后，他回诊时的变化让我们都感到惊喜。他的肌酸酐下降了17%，发炎指标显著降低。更明显的改变是，他的脚踝水肿几乎完全消失了，鞋子终于可以正常穿上。他兴奋地告诉我，他现在早上起床时不再感到那种压迫性的酸痛，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改善了许多。这与医学研究相符，西瓜中的茄红素能直接减轻肾脏组织的氧化压力。由于西瓜含有超过90%的水分，它能支持血流循环，减轻过滤负担。陈先生最先感受到的不是数字，而是身体变轻盈了。早晨起床不再有那种拖累多年的沉重感。西瓜还含有一种叫做瓜氨酸的氨基酸，这种物质在体内汇转，化为精氨酸，有助于改善血管功能和血液循环。这对于肾脏的健康尤其重要。因为肾脏是一个需要大量血流供应的器官。接着，我们要谈到能从细胞层即保护肾脏的水果蓝莓。我第一次体认到这种小浆果的力量，是在遇到担任图书馆员的林小姐时。她当时49岁，虽然还不到50岁，但她的肾功能检查报告显示出令人担忧的迹象。他因不稳定的肌酸酐数值和持续性发炎而精疲力竭。他形容感觉肾脏像在体内助火一样。林小姐告诉我，她最近这几个月总是感到异常疲倦，即使是整理书架这种平常很轻松的工作，现在做起来都觉得力不从心。她还注意到自己的尿液颜色变得很深，有时候甚至会呈现茶色。而且尿液中的泡沫特别多，久久不散。他也发现自己的食欲变差了，原本很喜欢吃的食物，现在看到都没有胃口。体重在短短2个月内就降了5公斤。更令他困扰的是，他经常感到恶心想吐，特别是在早上刚起床的时候，有时候甚至会真的吐出来。这些症状让他的生活品质大打折扣。他开始担心自己是不是得了什么严重的疾病。我们在他的早餐中加入了一把约100克到150克的新鲜蓝莓。我建议他可以直接吃新鲜的蓝莓，或者加入无糖优格中一起食用，也可以打成蓝莓汁，但一定要连同果肉一起摄取，不要过滤掉渣子。3个月内，他的检验结果反映了营养学研究的发现，每日摄取蓝莓的患者，其肌酸酐会明显下降，且肾丝球过滤率有所改善，这归功于花青素。这种天然色素能像微型盾牌一样
保护肾细胞免受发炎干扰，减缓导致长期肾衰竭的进程。林小姐在开始规律摄取蓝莓后的第1个月，就感受到明显的变化。她告诉我，她的疲倦感减轻了许多，早上起床时不再感到那种难以形容的恶心感。她的食欲也逐渐恢复，开始能够正常进食。到了第3个月回诊时，她的检验报告显示，她的肌酸酐指数从原本的 1.8 降到了 1.5， 肾丝球过滤率也从每分钟42毫升提升到55毫升。更令人欣慰的是，她的发炎指标大幅下降，这表示肾脏的发炎状况得到了有效的控制。蓝莓中的抗氧化物质不仅能保护肾脏，还能改善整体的血管健康，这对于预防肾病变的进一步恶化非常重要。如果蓝莓是保护细胞，那么苹果则是因对另一项挑战进化肾脏难以过滤的血液。我曾与一位69岁的农民李伯伯合作，他对抗肌酸酐过高已有2年。他形容感觉自己的血变得很沉重，而这确实是肾脏无法及时清除废物的征兆。李伯伯年轻时在军中服役，退伍后一直过足规律的生活。他每天早上5点起床运动，饮食也很节制，从不抽烟喝酒。但即使生活习惯如此良好，他的肾功能还是逐渐衰退。他告诉我，他最近感觉全身都很沉重，走路都觉得费力，好像身上背着一个沉重的包袱。他的皮肤也变得很乾燥、粗糙，经常发痒。晚上睡觉时会忍不住去抓，导致皮肤到处都是抓痕。他的家人也注意到他的肤色变得暗沉蜡黄，完全没有健康的红润气色。李伯伯习惯把苹果削皮吃，却不知道自己丢掉了最精华的部分。他说他从小就被教导要把水果削皮才干净卫生，所以这个习惯已经维持了几10年。我们吊整胃，每天早上吃1颗连皮吃的苹果，当然前提是要把苹果彻底清洗干净。我教他用盐水浸泡苹果5分钟，然后用流动的清水冲洗，这样就能有效去除表面的农药残留和蜡质。4个月后，他的肌酸酐下降了12%，秘诀就在于苹果皮中浓缩的果胶，这种可溶性纤维能结合毒素，降低坏胆固醇，减轻肾脏的工作负荷。苹果还含有保护肾血管的抗氧化剂，有助于稳定血压。由于苹果的钾含量相对较低，每100克苹果只含有约100毫克的钾，对于肾功能较弱的人来说是极佳的选择。李伯伯在改变饮食习惯后，不仅肌酸酐指数下降了，他的整体健康状况也有明显改善。他告诉我，他现在早上起床后不再感到那种全身沉重的感觉，走路也轻快多了，他的皮肤瘙痒问题也大幅改善，不再需要半夜起来抓痒。最让他高兴的是，他的气色变好了，家人都说他看起来年轻了好几岁。当苹果让血液变轻盈时，凤梨则能更深入地针对悄悄腐蚀肾脏组织的顽固发炎。63岁的张奶奶多年来深受肾指数波动和水肿之苦，她曾因为担心凤梨太甜而将其戒掉。张奶奶是一位非常注重养生的人，她经常收看健康节目，也会阅读各种养生书籍。有一次她在电视上看到有专家说凤梨太甜，糖尿病患者和肾病患者都不应该吃。从那之后，他就把凤梨列入了禁忌名单。但其实他误解了专家的意思，专家说的是不要过量摄取，而不是完全不能吃。我建议他恢复每天早上摄取1碗新鲜凤梨，大约是100克到150克的分量。我特别叮嘱他要吃新鲜的凤梨，而不是罐头凤梨，因为罐头凤梨在加工过程中会添加大量的糖分，对肾脏反而是负担。6周后，
他的发炎指标降低了20%，这是因为凤梨中含有丰富的凤梨酵素，这是一种强大的天然抗炎物，智能减少肾阻、脂肿胀病，提升过滤效率。凤梨结合了维生素 C、凤梨酵素且钾含量低，是保护肾脏的罕见三重奏，能有效舒缓、加速肾功能退化的发炎反应。张奶奶在开始吃凤梨后，很快就感受到身体的变化。她告诉我，她的脚踝水肿明显改善了，以前到了下午脚踝就会肿得很厉害，现在已经好很多。她的体力也变好了，以前走个10分钟就觉得累，现在可以轻松地散步半小时。更令她惊喜的是，她长期困扰的关节疼痛也减轻了不少。他说，凤梨酵素好像不只对肾脏有帮助，对全身的发炎状况都有改善。凤梨中的维生素 C 含量非常丰富，每100克凤梨就含有约47毫克的维生素 C， 这对于增强免疫力和促进伤口愈合都很有帮助。而且凤梨的钾含量相对较低，每100克只含有约109毫克的钾。即使是肾功能受损的患者，也可以安心食用适量的凤梨。最后，绿香蕉能解决另一个危险的威胁——胰岛素阻抗。这是推升肌酸酐的隐形推手。59岁的会计狮王先生曾深陷高血糖与早期肾病变的恶性循环，每次用餐后都感到疲累且水肿加剧。王先生的工作需要长时间坐在办公桌前处理数字，他经常因为工作繁忙而忘记吃饭，等到想起来时已经饿得头昏眼花。为了快速填饱肚子，他通常会选择高糖高淀粉的食物，像是面包、饭团、甜点等等。这个总不规律的饮食习惯加上食物选择不当，导致他的血糖经常大幅波动，久而久之就产生了胰岛素阻抗。他告诉我，他每次吃完饭后都会感到极度疲倦，需要趴在桌上休息一下才能继续工作。他的体重也在短短1年内增加了10公斤，主要都集中在腹部，形成了明显的啤酒肚。他的血压也开始升高，医生已经开始建议他服用降血压药物。我们将他的早餐改为半杯煮熟的绿香蕉，不是成熟的黄香蕉，而是质地坚实、微甜且富含抗性淀粉的绿香蕉。我教他如何挑选和烹调绿香蕉，要选择外皮还是青绿色、质地坚硬的香蕉，不要选已经开始转黄片软的。烹调方法很简单，把绿香蕉连皮一起放入滚水中，煮15到20分钟，煮到可以用筷子轻松戳穿为止。煮好后剥掉外皮，切成小块就可以食用了。绿香蕉煮熟后的口感比较像芋头或地瓜，带有淡淡的甜味，非常适合当作早餐的主食。8周后，他的胰岛素水平下降了近20%，腿部水肿也消失了。绿香蕉的抗性淀粉能稳定血糖，减轻代谢压力，是肾友最安全的选择之一。王先生在改变饮食习惯后，整个人都焕然一新。他告诉我，他现在吃完早餐后不再感到那种昏昏欲睡的疲倦感，反而觉得精神饱满，充满活力。他的体重也逐渐下降，腰围减少了5公分。最重要的是，他的血糖值稳定了许多，不再像以前那样大起大落。他的医生也表示，可以暂缓用药，继续观察饮食控制的效果。然而，在选择正确水果的同时，许多人却在不知不觉中被一些看似健康的日常水果伤害，尤其是当肌酸酐偏高时。首先是成熟的香蕉，对健康人来说，它是超级食物，但对于肾功能受损的人，香蕉极高含量的钾，1颗约含420毫克，会让肾脏过滤不及。
66岁的洪先生原本以为用香蕉代替甜点很健康，结果肌酸酐反而攀升。洪先生退休后很注重养生，他经常看养生节目和健康杂志。有一次他看到报道说香蕉富含钾，对心脏健康很好，还能帮助排便，于是他每天都会吃2到3根香蕉。他早餐吃1根，下午点心时间再吃1根，晚上如果肚子饿还会再吃1根。他完全不知道，对于肾功能正常的人来说，香蕉确实是很好的水果，但对于肾功能已经受损的人来说，香蕉中的高钾含量却是致命的危险。当钾在体内累积，会引发心律不整，甚至生命危险。洪先生后来出现了心悸、胸闷的症状，有一次甚至在家里昏倒，被家人紧急送到医院。经过检查发现，他的血钾浓度高达6.5毫摩尔每升，已经达到危险值。医生紧急为他进行透析治疗，才将过高的血钾排出体外。洪先生戒掉香蕉后，他的钾离子和肌酸酐才恢复稳定。这次经验让他深刻体会到，再健康的食物，如果不适合自己的身体状况，吃了反而会造成伤害。其次是柳丁与柳橙汁，这对62岁的谢老师来说是惨痛的教训。他曾每天早上1大杯柳橙汁来增强免疫力，却没想到柳橙汁的钾含量比香蕉还高，一杯约470毫克，且液体形式会让钾迅速涌入血液。谢老师是一位小学老师，他非常重视健康，每天早上都会自己榨新鲜的柳橙汁。他通常会用3到4颗柳丁榨成1大杯果汁，一口气喝完。他认为这样可以摄取到大量的维生素 C， 增强免疫力，预防感冒。但他不知道的是，当柳丁被榨成之后，所有的钾都会浓缩在果汁中，而且液体形式的吸收速度比固体快得多。他每天早上喝下的那1大杯柳橙汁，其实相当于一次性摄取了3到4颗柳丁的钾含量。对他已经衰退的肾功能来说，这是难以负荷的重担。几个月后，谢老师开始出现异常的疲倦感，他以为是工作太累，没有特别在意。直到有一天，他在上课时突然感到心跳加速、呼吸困难，被同事扶到保健室休息。学校立刻叫了救护车将他送到医院。经过检查，发现他的血钾过高，肾功能也恶化了。当他停喝橙汁后，能量感才真正回升。谢老师后来改喝温柠檬水，他的肾功能逐渐稳定下来，那种异常的疲倦感也消失了。最后是酪梨，尽管它被誉为超级食物，但1颗酪梨的钾含量高达近1000毫克，是香蕉的2倍以上。对于肾功能不全的患者，这会迅速导致电解质失衡。58岁的蔡教练原本每天吃酪梨吐司，肌酸酐却不断上升，直到移除酪梨2周后，身体才感到不再中毒且轻盈许多。蔡教练是一位健身教练，他一直以来都非常注重营养摄取。酪梨被誉为健身界的超级食物，富含健康的不饱含脂肪酸、维生素含矿物质。蔡教练每天早餐都会吃1整颗酪梨，搭配全麦吐司。他认为这是最完美的健康早餐。但他不知道的是，酪梨虽然营养丰富，但对于肾功能受损的人来说，其高钾含量却是一大隐忧。1颗中等大小的酪梨就含有近1000毫克的钾，这对肾脏来说是沉重的负担。蔡教练后来开始出现恶心、呕吐、全身无力的症状，他的训练表现也明显下降。原本可以轻松完成的训练动作，现在做起来都非常吃力。他去医院检查后才发现，他的肌酸酐持续上升，已经接近需要透析的程度。医生要求他立刻停止食用酪梨和其他高钾食物。2周后，
蔡教练明显感受到身体的变化，那种莫名的不适感消失了，整个人变得轻盈许多。他后来改吃苹果和蓝莓，配合医生的建议调整饮食，他的肾功能才逐渐稳定下来。守护肾脏不是一次性的决定，而是每天早晨对自己的承诺。请记住，您并非无能为力，您的肾脏也并非无药可救。即使是微小的改变，早餐加把蓝莓，喝杯温柠檬水，避开高钾陷阱，都能带来时质且可测量的变化。我见过许多60、70岁甚至80岁的朋友，透过这些原则改善了过滤功能，并重拾活力。有一位83岁的陈爷爷，当他第一次来找我时，他的肾功能已经衰退到第4期。医生告诉他可能很快就需要开始透析治疗，但陈爷爷不想放弃，他决定严格遵守我给他的饮食建议。他每天早上喝温柠檬水，早餐吃适量的蓝莓和苹果，避开所有的高钾水果。半年后，奇迹发生了，他的肾功能不但没有继续恶化，反而有了轻微的改善。他的肌酸酐从原本的3.2降到了2.8，肾丝球过滤率也从25提升到32。最重要的是，他暂时不需要进行透析治疗了。陈爷爷告诉我，这些改变给了他继续活下去的希望和动力。如果您觉得这些建议有帮助，请将这些知识保存下来，并分享给身边关心健康的朋友。您的分享可能就是防止他人遭受多年无声损害的转折点。我们会持续为您提供最新的医学卫教资讯、肾脏友善食谱以及健康习惯。修复往往不是从医院开始，而是从您的厨房，从您的早晨、日常，从您决定重视健康的那一刻开始。您的肾脏默默为您工作了数10年，现在请给予他们应得的细心呵护。让我们一起透过每一个聪明的选择，重新建构您的健康生活。记住，健康不是一触可及的，而是每天一点一滴累积起来的。从今天开始，从下一餐开始，让我们一起为肾脏的健康努力。您的身体会感谢您做出的每一个正确选择，您的家人也会因为您的健康而感到幸福。让我们携手守护肾脏，让生命充满活力与希望。